手把手，祷告熟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我们看到这个景象，真的很让人感动。不是他们有多甜蜜，而是两个已经老了，各自都不是行动那么方便，却因为两个人合作，他们效果更好。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传道书说，一个人跌倒，另一个人可以扶他起来。如果孤独一个人跌倒了，没有人扶他起来，他就倒霉了。这是在传道书4章9跟10节这样说到。我觉得很贴切，特别是目前大家都知道我家庭的情况，我自己脚不好，我的先生也脑溢血，然后中风1年多了他其实是需要走路的时候需要有人看顾一下。那么我们两个都走路不是很好的，都容易跌倒的，那么在一起是不是会没有办法扶持呢？没有啊其实现在开始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上帝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有那个信心，即便一个人跌倒了，另外一个人其实还可以扶起他，因为我们不孤独当然如果我们可以看看身边的人伸出我们的手，那我们这个群体，我们的社会当然会更好所以我们今天来感谢感恩，今天让我有谁来关心陪伴我，感受到彼此扶持的那个美好，也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身边哪些人哪一位的需要，而我愿意伸手去扶持帮助一下呢？家庭也一样，曾经共同经历家人之间彼此扶持的美好关系吗？美好的经验吗？手牵手，祈祷的手，